Hello，我係 friend，主持人楊思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嚟個紅白大比拼喎。咁出街食揀意粉，咁究竟係番茄汁定係白汁呢？咁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哋啲營養數據啦。開始。第一回合卡路里大比拼，我哋出邊呢，如果嗌一碟番茄海鮮意粉呢，大約有500到600個卡路里一碟嘅。但係如果我哋嗌白汁卡波尼意粉呢，大約會有700到800個卡路里啊。望落去爭幾多呢？爭200個卡路里啊。其實就等於呢，你差唔多大半碗飯，仲要快步行25分鐘先可以消耗到啊。第二回合脂肪大比拼，出邊食到嘅番茄海鮮意粉咧都比較低脂嘅，咁大約有10克嘅脂肪，大約2茶匙油左右。而出邊食嘅白汁意粉好似卡邦尼咁樣咧，佢哋有高達差唔多成30克嘅脂肪，接近6茶匙油啊！差咁遠，點解啊？因為白汁會用忌廉啦、芝士啦、煙肉啦呢啲脂肪爆燈，所以一碟就有6茶匙油啦。今集紅白意粉營養對決，好明顯個冠軍得主就係番茄海鮮意粉啊！點解啊？因為咧佢少啲卡路里啦，佢會有茄紅素同維他命 C， 仲有少啲嘅脂肪，所以想食瘦啲就揀紅汁意粉啦。多謝你哋收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，拜拜。